好来，乡亲继续来看今年的全国运动会，10月16要伫个新北市来举办。新北市长侯友宜甲得到红点设计大奖的设计师李欣做伙来发表着圣火把。今年这个火把团上是有史以来头一届采用着网路、铁路甲公路3路来团上。 110年全运会圣火把正式出现，负责设计艺术家李欣和新北市长侯友宜做伙发表，宣告要开始自网路、铁路和公路来团火把。带着我们的圣火火炬，代表着光明、勇敢、团结。 请台湾蝶王王冠宏担任台北站公路团火手，邀请全台民众加入圣火队，延续东京奥运的运动热潮。第一次传圣火，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然后其实已经回到奥运前的一个水准。然后因为其实全运会算是我比了蛮多项目的，然后个人有7项。 圣火经过全台湾，各有离岛22个县市有名的景点。台湾县市会抽出5个火把手，若无法度出门，民众会使透过网络的限时动态来参加圣火烈行团火活动。鼓励我们大家一起来跟我们的火炬一起互动，代表着我们都是一起分享运动的喜悦，大家爱上运动。 想要了解更较侪活动内容，会使到全运会官方网站来查。20月份登场的精彩比赛，做伙加油！